自2025年10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人爱知影家己有几两重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西结书28章第1节到2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28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着甲太尼王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你心内骄傲，想讲家己是神明，坐伫海中正神的座位。虽然你心内安尼想，其实你是人，毋是神明。你想你家己比但以理较聪明，明白所有的奥秘。你靠家己的聪明甲技巧得到财富，累积真侪金银伫库房。你运用做生理的聪明，增加你的财富。你因为家己的财富愈来愈骄傲，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因为你想家己甲神明共款，所以我要带列国中上凶恶的外国人来攻打你，因要背倒毁坏你用聪明建立的成就，互你失去光彩。因要甲你迄落深坑，互你惨死伫海里。你减袂当对甲你抬的人讲你是神明，伫抬你的人手中，你不过是人，毋是神明。你要死伫外国人的手中，亲像无受割礼的人死，死甲真见笑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为太尼王唱哀歌，甲伊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你过去是完美的典范，充满智慧，十全十美。你捌住伫伊甸，就是上帝的园内面，用红宝石、黄玉、金光石、青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赤玉装塔家己。所有的宝石拢鑲金铿，伫你受造迄日，我就拢为你准备好势。我设立你做基路伯，保护上帝的圣山，伫亲像火得倒光亮的宝石中间巡视。对受造的日，你的行为正直，后来煞开始做歹。你生理好，搁做真大，煞犯罪，做真侪强暴的事，所以我甲你赶离开我的圣山，互你拄着见笑。啊，守护者基路伯，我对亲像火得倒光亮的宝石中间，甲你赶走。你因为英俊，心内骄傲，你出名，煞看轻智慧，所以我甲你摔伫涂骹，互诸王亲目看到。你因为罪过真多，做生理无公道，煞亵渎你的圣所，所以我放火甲你烧，互你伫人的目睭前变做火夫。所有入捌你的国家拢要惊吓，你永远消失。即款的结局，互人着惊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向西顿人讲有言，指责因，着甲因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西顿，我要甲你作对，我伫恁中间显出我的荣光。我显明我的神性，施行审判的时，人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互瘟疫伫西顿流行，互西顿的街路拢是灰。对你举刀对四面攻击我，受抬的人倒伫街路，安尼人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讲：过去看轻以色列人周围的国家，袂阁亲像贼人的刺配，伤人的即个刺伤以色列，安尼人就知我是至悬的上主。
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组织受放逐去万族的以色列人，万族要因为安尼知我是神圣。以色列人要住伫因家己的土地，就是我赏赐予我的仆人雅各的土地。因要伫遐安居乐业，我刑罚周围遐会看轻以色列人的民族了后，以色列人要起厝、开垦葡萄园，安然徛起。安尼，因就知我是上主，因的上帝。人爱知影家己有几两重。除了对耶路撒冷的毁灭，徛关山看马烧炭，当作是咧看戏以外，今仔日的经文进一步讲到太子受惩罚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太子王高傲，掠家己是神明。同时，太子王掌握地中海上繁荣的港口，佮拥有家己的军队，并借着优良的航海技术和黎巴嫩片香茶所建造坚固船只组成的军队，通想象太子王伫国际贸易拥有搁较好的议价能力，甚至足以垄断市场，致使邻近各国拢着看伊的面色买卖。检测是成功来了上顺利，太子王渐渐不可一世，甚至掠家己做是神明。咱的身躯边兼有类似安尼的人，或者咱本身就是即款的人咧。掠家己做对的人，总是想要掌控全局，爱所有人拢听伊的指挥。一旦有人毋接受伊的意见，就软硬拢来，极尽所能，要求所有细节拢着照伊的设想做。当人掌握权势，而且一帆风顺的时，往往会家己掠做化水为建档。只不过，安尼自我认知其实是无正确的。2003年的今仔日10月初6，被称作国民党大掌柜的中国国民党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中华开发工业银行董事长刘泰安，因为涉入国安密电弊案，误途被声称羁押，结果法官裁定以2000万交保。2006年，高等法院裁定刘泰安涉及8项罪，需要服刑8年2个月。刘泰安不服，提出控告，遭最高法院驳回定谳。在早，刘泰安受总统重用权势甚大，掌握党营事业数百亿的资产。每当选举，国民党的候选人无人无想要得到刘泰安的资金赞助。伊伫党国的地位差不多无人通比。尽管刘泰安权大威权，却因为涉及不法，最后终究锒铛入狱。这确实是互追求权势的人一记警钟。太子王运用聪明和机巧智慧，互宝库累积真济金银。伊也因为财富就骄傲，因为安尼先知以西结传达上主的话讲：你敢会当对
甲你刣的人讲你是神明，伫刣你的人手中你不过是人，毋是神明。咱无拄拄会亲像太尼王安尼掠家己是神明，也是亲像极权者安尼标榜拍土豪分田地，其实是掠夺人民的财产。不过，咱若无自知之明，真可能也会犯下眼中看神明无目地的毛病。大多数人拢要追求金钱甲权力，教徒也无例外。但是咱千万毋通甲这个当作压迫人的工具。你是毋是要幻想家己有钱有权以后的生活？你敢会安怎使用金钱和权力呢？是毋是用来做有意义的代志，还是用来压迫别人，满足家己的欲望呢？默想，拥有金钱和权力，敢会互我掠做家己真敖真爱？地球任何代志，拢想要用金钱和权力来排解呢？拥有金钱和权力，敢会互我掠做家己真敖真爱？地球任何代志，拢想要用金钱和权力来排解呢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恳求你帮助我对金钱和权力有正确的态度。无论我得到甚物恩赐，拢是要来荣耀你，毋是高抬家己的身价，甚至压迫别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